Hello，今日喺金山湖島內揾到套唔錯嘅裝修單位啊，151平4房，咁我哋而家睇下點。入到嚟客廳，首先會見到經典嘅白色歐式風格，配合6米幾嘅大橫廳，營造出非常開闊嘅公共空間，整體感覺舒適大氣。客廳出邊嘅陽台由原本接近10米縮短到依家係6米幾，目的就係將空間讓俾隔離間房，令間房闊落咗好多。跟住落嚟睇翻客廳嘅細節，酒櫃同鞋櫃都係貼身到頂嘅定制，而大橫廳後邊呢個位其實係一個預留嘅彩蛋，用嚟做你嘅私家茶室或者小型吧台都可以，即刻多咗個享受生活嘅角落。行過嚟餐邊呢邊啊，你會發現近窗台多咗個賭台，睇嚟業主好中意飲紅酒啊，上邊仲有一個紅酒杯架。廚房夠晒光猛啊，同埋呢個顏色嘅搭配真係好足。行過嚟休息區啊，裏邊一共有4間房，而家呢個係一個乾濕分離嘅公共衛生間。入邊嘅4間房，每間房嘅空間我覺得都唔差，啱啱嗰間都有10個平方左右。而斜對面呢間就更加大啦，有16個平方，接近17個平方。因為原本部分主陽台空間並入咗呢間房咧，成間房粉粉嫩嫩嘅，以前一定風水房啊。衣櫃都係鍍頂嘅設計。而斜對面呢度係間榻榻米嘅房間。主人房係一個大衞生間嘅套房，呢度有個小嘅衣櫃，入邊係主人衞生間。而成個休息區呢度咧都有15平方嘅喎，所以成間房嘅空間唔係非常之足夠嘅。縱觀成套單位，歐陸嘅典雅氣質滲透咗每一個角落，好似幾眼吊燈咁。你哋又中唔中意啊？而且採光都唔錯啊，都曬到嚟床邊啦。好啦，呢套金山湖島內151平歐式4房，你哋又中唔中意呢？戶型合理又舒適，整體裝修唔過時啊，而且保養得唔差，就係牆紙要做下翻新。如果你感興趣，可以評論區留言啊，等我一齊同你感受下呢套單位嘅魅力啦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